这礼拜六就是元宵啊，高雄的义兴堂关帝庙今年起居活动有全台湾上届大只的牛王，用20吨的白米甲米粉贴起来，日后会捐予弱势团体。暗时举办起居仪式，吸引上千名信众做伙陪牛王出巡，场面是闹热滚滚。昨到暗时伫三德路，这只20公吨大牛王金光闪闪，大家哪有锁啊，哪向牛王祈福，场面是足热烈。每年元宵节，高雄义兴堂的起居就出巡，庙方表示，牛王拢是照夜景甲牛挂落去做，也有开讲过，伊身躯是用白米米粉搭起来，伫暗时的发光，互民众愈有愈有福气。照安尼挂历啊来去做的，哦，照安尼伊旧的。画一气啦，画两仪，两仪画四象，四象画八卦，八卦到24个山头，这拢有。第一次来到台湾，然后他刚刚看到那个乌龟，他很好奇，就拍了几张照片。帮大家祈福，希望台湾平安。这只全台上大只起居，大家暗时拢有溜牛王的活动，到26结束。庙方表示，过去牛王拢是用糖仔饼制作，较拗坑。即马拢改做白米、咖啡包等等的物件，到时会将物件捐予弱势。另外，新兴阁小也举办元宵活动，有定会囡仔甲老师做伙做起居，互囡仔为内底了解这项传统的文化。龟的那个人呢，就帮他去祈福。来上元节有这个故事，伫无同的所在有无同的文化，会去做无同的活动。嘛有介绍讲，台南的话就盐水风炮啦，全部的所在拢有无同款的文化。起居是台湾特有的民俗，起居就是向神明来乞讨上古的意思。大家毋望规年拢当平安顺遂，财气满满。记者张义辉、邱昭荣高雄报道。